豐富多元，專屬獨有，全新 TVB Magic， 一條專為馬來西亞觀眾度身訂造嘅節目頻道。Showtime TVB 王牌劇集，放開佢，加埋綜藝節目，非常之出神入化。我相信我哋一定可以撐到最尾。嚟個了斷啦！大熱劇集，泰國、太平海，日本、韓國、 그냥 네 손바닥에서 놀려고. 이제 도망 안 가. 中國，你真的會陪我一輩子嗎？各式其色，匯聚亞洲眾星魅力，貼合馬來西亞文化，配上多語言節目，擺脫語言限制，提升視聽娛樂體驗。TVB Magic， 一條屬於馬來西亞觀眾嘅綜合式家庭娛樂頻道。6月19日隆重登場。